为了营造亲子共融休闲的好所在，台南市今年来推动不少的特色公园，其中位于永康图书总馆后面的月之森公园，平时就吸引不少的亲子到这佚佗。不过，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秋平最近却接到不少家长的申请，表示公园内面一夜沙坑，因为树枝甲树叶落啊规世界，恐惊影响到亲子的安全。我昨昏就接到有家长，然后直接甲我反映，而且嘛翕图片我看讲哦，咱总图的沙坑，然后有很脏乱的一些树叶或是树枝。那我看到那个图片，我也觉得吓了一跳，因为总图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亲子，那亲子一起来这边看册啊，做回来家佚佗，这环境就好啊。但是咧，这个沙坑嘛是囡仔上爱的所在。啊，那看到迄个相片，我们真的会很担心小孩子受伤，所以家长搞我欢迎的西张，我马上联络我们陈秋平议员哈，因为这个地方都是他在争取的，包括遮荫啊等等啊，拢是伊来关心，所以我赶快请他一起来了解。那确实我来了后，看到整个状况，确实还蛮严重的了哈，所以我想这个确实是应该要立即赶快怎么找厂商，然后把这个沙子做一个比较一劳永逸的一个解决，然后是不是固定要换沙，或是固定要怎么处理哈？我相信这也不只有我们总图有这样的问题，都应该要做一个检讨。月之森是很受到所有的亲子的欢迎。那平常这边那个月之森公园就是很多小朋友就是爸爸妈妈年轻的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嬷都会带着小朋友过来玩。那么昨天晚上委员刚好在讲到沙坑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那个确实是会伤到小朋友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过来看到底要怎么处理，因为沙坑这个共融式游具不只是月之森有，整个台南市有好几座。那么今天那个发现了这个问题，我相信未来这些问题还是存在，我们要立即处理，才不会伤到我们幼小那个小朋友，因为他们的皮肤很嫩不能让他们在危险上有所受伤。现场看到图书馆的清洁人员，不管是用扫帚，或者是拖水工的往西，整个沙坑内面也是有不少的树叶甚至还佫抬出不少的石头。图书馆长表示，未来将寻求专业的厂商来协助。但他们已经做了一整天了哈，其实真的人力有限哈，所以可以做的也很有限哈，所以我们未来可以再思考一下，请这个专业的厂商哈，而不是让这个一般的这个清洁人员来做这个事情。看用委托这个专业的厂商，看是要用换土的方式，或者是可能要请教他们，看有没有什么更专业的这个清这个沙坑的方式哈，让我们可以来参考来依循。那我们会尽快的来改善这个部分。因为沙坑为了压引，树边拢是一寡大树，每到秋天就容易来落叶因此，立委甲议员嘛建议，类似沙坑垃圾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制定管理的维护办法？看是要寻求厂商定期来清理，或者是固定来换刷，甚至伫沙坑顶面来架设防护网，减少树枝甲树叶直接落伫沙坑内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